彰县西国中3年级的孩子们在这个公园里面打球，刚好遇到这个蜂窝然后一群这个蜜蜂出来蛰伤了我们3个学生，那其中有2个学生因为较稳定，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育儿小朋友那本身有100多针那造成他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要谢谢秀传，也要谢谢张基在第一时间里面就跟他做最好的一个照顾。那现在观察起来，肝指数从40涨到了这个700多，那现在在加护病房里面受最好的一个照顾。那我们也会很多的同学在跟这个宝贝在做集气，那也要谢谢张基的体系。那在这边嘛，要好多咱的这个用心咱若出国要做一寡这个野外活动，上好是穿长衫甲长裤那蛮不离真的像这个总统拄到有蜜蜂的话，如果我们是一群人，最好是大家分项来走，然后保护我们自己的头部那这个遇到这个真的不小心被蛰到了，还是要尽快的来到医院那让医院给你做最好的一个照顾那避免说也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安全那大家在厝头有咱的乡亲，出外你一定爱长衫长裤来保护咱家己。